起来好无？这个玉窟是用安开原时的物件，是如意要倒来送你的是？是啦，是小王爷去游开元寺的时配。如意去中安办代志，心肝内竟然会想到你，可见你伫咧伊的心目中是比我这个做老母的分量较重怎样？是讲这嘛无怪，你比我较疼伊嘛。如意要出境的时阵，你敢毋是踮佛祖的面头前求一个护身符送？这个代志，倒一件都免想免瞒我。萧明凤，这几年来，我帮助你，抬举你，甚至并如意叫你一声凤姨，我对你敢也无够仁义。你唔当袂记你家己的出身。奴婢绝对唔敢袂记。我袂记是上好，讲一遍我听看卖。明凤出身啊，是边家里，阮父母是养母，生的歌里。求王爷护持，救命！紧起来！这个囡仔是你甲皇上生的？是啦，就是因为我生下如意这个囡仔，才会引起萧贵妃的嫉妒。伊讲我是要谋害伊，皇上伊信以为真，竟然会歹死话，要出我的心。好在这位侍卫，伊连夜来通知我的消息，所以我才逃出江南。求王爷福祉，你着救阮母囝。王爷，既然旨意已下，恐下本王也不便。王爷，我有一个办法，是拄好会使去府中一个查某囡仔破病身亡，佮即摆还未落葬。你用去照明皇上，讲明皇已经畏罪自尽。啊，那这个囡仔，你就求皇上赐予咱做囝。王爷，你甲皇上是亲兄弟，一来伊一定会体谅你母子；二来，佮敢若讲，如意嘛是伊的亲骨肉。
你袂讲真心要爱伊死的，你去救伊，伊一定会答应。好，也毋过棉风既然你甲用查某囡仔来冒充我，从今以后，我是要护卫查某囡仔的身份，忠心耿耿，死后复职，一世啦。对，虽然毋是我生的，命却是我救。这20多年来，我也付出袂少的心血。敢讲我无资格通啊做伊老母是？复职，请你毋通多心，路边从来都无即款意思。皇上知影如意是伊亲生的，所以真有可能会入伊做太子。了，我要做皇太后，这个愿望也得要达成。假使你若想要将恁囝家夺倒转去，就毋通怪我反面无情。复职，路边就是死，我也袂透露这个秘密。请复职，你放心。是你，是啦，我
甲你送药仔来。表妹，我都无破病呀，逐工要叫我食药啊。我知影啦，啊，毋过你身体遐尼弱，我是惊讲你为着表嫂的代志，逐工安尼伫咧奔波，万一中你若是病倒咧，我毋知影吼叫高大夫遐几粒仔补药。哎呀，忝，哎呀，我忝死我，哎呀，阿姐，有够忝，阿姐，啊你探条连军的消息无？小爷，当表嫂伫倒一间府中也毋知影，你哪有遐尼简单就找会到咧？是啦，啊我吼后果毋敢甲人问甲伤明显啦，啊只干会用个带吼，迄茶馆啦、酒楼，假先讲要去啉烧酒甲啉茶，啊随便甲人探听听。我敢若听着讲吼，啥物陆亲王要甲明伦郡主伫要定亲啊啦，啊若别个王爷讲吼，迄府内拢无传讲啥物咧办喜事的消息呢。阿姐，啊，我看你逐工拢咧探条连军的消息，你遐尼诚忝，弟弟的心肝实是真袂安。要不安尼，明仔载换你踮厝休困，换我来去探条连军的消息就好。表兄，你要哪会用去出去？万你讲，你若是叫马春成知影，迄个时阵就害啊！我毋惊叫马春成发现着，我只惊当伊袂着。假使若是我当着，我一定要将马春成甲伊抓起来，甲伊问一个清楚，到底是将连军送去什么所在？我要爱恨我的某囝。小红爷，你平常即做的代志，神拢无照办。只可惜哦，风言薄命啦。啊，文龙坡要甲当年军成亲的前一日，啊，文龙坡说心眼重病来死。太可惜！文龙坡向外忍受自在，竟然年纪这么真轻，因病亡故。就是嘛，天妒奇才啊！哎呀，凡款的人，人哦拢为伫遐可笑。那安尼，当连军呢？是再嫁，还是留伫文教为文龙坡酒馆呢？哎呀，文龙坡一过生了后吼，遐文家人老根本就无要承认这个新妇，遐连哦一脚步嘛无一踏入咱文家大门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当姑娘伊是歌姬出身的啊。虽然当连军是歌姬出身的，但却是一个有志节、有远见的奇女子啊。毋过文家迄两个老根本就拢毋知影遮的嘛。小王爷，你敢无想要去见迄个当连军啊？你有啥物路途？若是想要见当连军一个面，我总袂用个讲专程到华阴关啊。小王爷，其实当连军早就无伫咧花阴关咯。伊甲伊的查某囡仔，玉珍早就来到京城咯。是将因两个已经甲安插伫咧是府中，啊，所以小王爷嘛就要带记者面去做咧番慰一声。小王爷，我就办一个酒宴，请小王爷过府饮宴，顺便看长安第一美人当连军。离开花园关的时阵，
只敢若知影本公主被小放出家，可有马春生，唔肯互我家见最后一个面。唔知即马是变成安怎？一定真着急，一定世界伫咧操找我。可是，若是有人会当替我摕一封批去互伊看，安尼唔着好。小姐，我看你上我心人写批去互文公主，因为你这一摆要入去了王府，你答应要侍候了王爷，所以马春成伊才肯放文公主倒转去。这件代志，若是去互文公主知影，以伊款的个性，伊若无气势，嘛一定气到破病。所以你上好是毋通搁去互文公主知影你伫倒。对，一定袂晓互伊知影。小姐，你敢真是要去落王府哦？小姐，我有听讲哦，这马府有一个小姐查某，敢若有讲过呢，讲迄落王爷是生做偌尔啊歹个哦。小姐，你若入去迄个王府，王爷伊绝对袂放你煞的啦。我心肝内早就有主意，伊若是搁逼我，我就自尽一死。当姑娘，当姑娘，你若自尽一死，老夫就立刻命华阴关知县逮捕文凤坡一家。陆青龙已经来到，伊个大厅等候要甲你见，你着爱欢欢喜喜、笑头笑面去甲伊见面啊！爱记啊，文凤坡的性命犹原掌握伫咧你的手中。马大人啊，迄位长安的第一美人当年君是安怎会到即马还袂出来？哦，伊即阵哦，当伫咧西装打扮，连咪就出来啊！小王爷，臣敬你一杯，但愿小王爷记得当美人，必见倾心啊！啊！回禀大人，当姑娘到。